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台。今日头起先来看一站国内政治消息。新竹市长高虹安咧做立委的任内，牵涉骗助理费、加班费，今日去互检方正式起诉。主要的原因就是高虹安的3个办公室主任拢承认犯案，不过高虹安本人强调绝对无骗钱。以被告身份真侪解放约谈，新竹市长高虹安卷入涉贪争议，担任立委期间涉嫌诈领助理费，检方10时侦查终结，依照贪污等罪嫌，向高虹安甲助理等5人提起公诉。高姓被告公私不分，贪图小利，为支应其他开销而操控助理薪资，榨取助理费，且饭后态度不佳，又卸责给助理，请法院妥予量刑，并宣告褫夺公权。高虹安予人查出领立法院超过19万的月薪，7万外的门诊费，存款超过1000万，连永联基金会每个月拢会予伊10万处理立委的业务。检方指出，明明财力真好，不过伊拢无用，颠倒爱报销加薪关部、加补加班费，诈领达到46万，加差额提起洗头就医、买打定顺的大纸。专案起诉的关键是因为包含伊的3个办公室主任陈焕宇、陈玉凯也甲黄慧文拢自闭犯罪，检方嘛建请法院宣告完刑。同款伫起诉名单也有一个助理王淑文是否认犯罪。我的助理有实际的工作，不是人头，而且都有加班，那何来的所谓诈领加班费或诈领助理费？他后面就算他今天愿意把它捐出来作为办公事务的分享使用。请问他前面这一件事情哪里有错？涉贪予人起诉，高虹安颠倒批评检方无看对伊有利的证据，为侦查一日开始就决定要甲起诉，不过争议毋若即件，伊阁予人指控找前查甫朋友李中庭做人头，诈领助理费，予组织会控告伫任职的时阵参加研究成果登记伫民间公司的名下，涉嫌背信等罪。检方是认定罪证不足，无起诉处分。高虹安是无排除要对前雇主组织会告诬告。记者综合报道，副总统赖清德过境美国纽约，甲700位侨胞见面。不过，伫咧这会场的外口，受中国的侨胞走去抗议。这回赖清德访问的行程是无要去华府。有报条甲国旗准备出发，公司记者伫纽约唐人街翕到中国侨民准备包车去赖清德侨园会场，不过大部分的人好亲像无清楚这摆目的。虽然会场外口有抗议赖清德侨园议员有将近700侨胞来支持，个人日前发动选被看作是指控之事有利副手人选的驻美代表萧美琴专程陪伴，两人活动也引起关注。美国政府依照过去历任副总统过境的惯例，做了最好的接待跟妥适的安排。非常感谢美国不惧压力，秉持着安全、舒适、便利、尊严的原则，协助我过境。不管极权主义对台湾的威胁有多大，我们绝不畏惧退缩。赖清德发表10多分钟的演讲，佮表示蔡总统的4大坚持，也佮家己的和平4大指条，愿意甲对话沟通，降低外界记录。无法度亲身到场的 AIT 主席罗森伯格也特别录影强调台美关系密切。Including our commitment to support Taiwan's self-defense capacity, just as the U.S.-Taiwan friendship is long-standing and rock solid. So this is not a decision that was made because the United States does not want to in any way upset China at this particular moment. He would not transit through Washington, D.C. And I think it is important for the United States to have internal guidelines. 侨园只有纽约州议会议员、波连波特市长等人参加，无国会议员。赖清德即摆过境美国态度低调，纽约时报解读是要展现稳健好客形象，无愿意被看作是麻烦制造者，替未来大选加分。公司记者纽约报道。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新闻重点。头先来看日本三件新闻。日本甲美国是按算拜五领袖会谈，甲做伙研发新型飞弹的代志定落来。
安生是要用这寡武器对抗中国罗西亚甲北韩。韩国朝鲜日报报道，台湾的副总统赖清德过境美国，中国煞是伫咧这个时间，伫咧东海军事演习，甲台湾施压。英国《Times》报道，挪威的女登山家哈利拉在爬世界第2高峰的时阵，是拄到咧要无命的巴基斯坦搬运工，不过煞见死不救，这是引起争议。一个搬运工的动画就批评讲，因获救人获3点钟，这款登山客煞完全无爱插印。所来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美国堪萨斯州一间地方报社，顶礼拜警方强去甲敲，98岁创办人吊颈过身，这是引起各界批评。上尾是《华盛顿邮报》，罗西亚今年9月开始要用新版的课本，内容是写讲出兵拍乌克兰是正当的，佮加讲普京若无安尼做，人类的文明就结束。夏威夷毛伊岛的野火到即阵是已经有93个人死亡，佮有几100人失踪，是美国100年来上界严重的天灾。因这规个岛拢去互大火烧了了，伊个定件是爱开1700亿个台票。夏威夷过去是一直宣传讲家己有真好的警报系统，会当经过地动海中即寡真侪天灾。不过这回灾情煞是遐尼严重，就去互民众质疑讲是警报系统出问题，这害真侪人袂负得胜。厝全部毁了了，车也烧甲只剩壳。夏威夷毛伊岛顶礼拜起发生严重野火灾害，到达夺走外100人的性命，有1.3万人的100年小镇拉哈勒毁损严重，死里逃生的民众看到散作遍地家园，唔知要安怎。Everybody's dead. There's dead people in the water. 海边有志工接力，协力团送船只运过来的物资。大批体力民众是暂时踮伫临时搭建的庇护区，因为目前至少有4500人要去失踪。旅宿业者随即提供500个房间安置居民，位伫丹香山的大型会议中心也设置做紧急庇护所，上侪会当容纳4000人。The little things are such a big relief. Toothbrush, soap. They gave us towels, shampoo. 目前灾害调查也在进行，真侪灾民指责政府的天灾示警系统失灵，造成真侪人一直到大火烧到出门口才向公逃生。There was no warning. Like I said, I was paying attention on my phone to the news. Nothing to worry about. The next day, when the storm passed by, all of a sudden, my apartment went black. When we opened the door, it was orange from the fire. 毛伊岛外口上的厝烧掉，中间有个爱开55亿美金，相当代表1700亿。多数居民恐惊无力负担，当局已经想要甲旅宿业者参详，希望提供受灾户以较俗的计数，暂时租用饭店房间一段时间。另外，岛上有挖30座通信基地台无法度运作，岛属西北部的电力系统有计需要几礼拜抢修。当局表示，目前新市肯及所属3派区域无排除死亡人数也会阁升悬。公视新闻牛眼编译。今年7月初3，全世界平均温度达到17.3度，是有史以来上界热的。世界各地温度是一直咧破纪录，连即阵是寒人的阿根廷都呛到30度。这温度高，就引起真侪火烧山的意外。这毋但是山林甲人家厝会烧了了，甚至嘛夺走真侪珍贵的性命。国内外科学家都认为讲，人类排放温室气体造成地球暖化，佮加上今年的适应现象，这气候反常的状况才会愈来愈恐怖。公视台语台特别制作《地球小滚时代》专题报道，带大家来看这高温对环境、农业、渔业、病虫害、健康等各方面的影响。希望为咱这粒当咧发烧的地球，找到退烧的办法。港口秋龙购物民大党拍相，挂送员伫大日头之下为民众挂送。烧热的热天，因是第一线受影响的族群之一。热对挂送员的影响是真明显。若拄到挂送员受热的情形，毋是找一间便利商店小休困一下，就是爱放弃规工的订单。他可能热衰竭或者是体力不支，那甚至过世的情况下都有这样发生。
今年7月初3，全球平均的气温有17.3度，是1979年以来上热的一天。学者讲，这是人类排放温室气体，再加上大自然的适应现象致死的结果。一般咱伫迄个太平洋吼，较热带所在吼，温度上高的本来是即个伫西太平洋。有当时啊咧，即个较悬的迄个温度吼，会向迄个东太平洋迄边吼去刷去迄边就对安尼。即款这情形出现的时候，就变做新的现象啦。西太平洋海温吼，敢是航路共款啦。这航路吼，制造出这波动吼，去影响到全球的气候甲天气嘛。你若这航路为西边刷去较往中的时候，规个全世界天气气候都无共款。学者分析，全球的气温升悬，台湾除了气温提悬，热的时间也会变长，而且高温的空气较湿，风态强度都会增加。寒天、春天之间，无雨酷热的时间也会变长。We came up with a probability for one of this year between 2023 and 2027 to exceed the 1.5 degree caused by El Niño and the anthropogenic warming。过去差不多30年吼，增加的速度吼，佫继续紧啦。但这几年看来佫较紧啦。暖化加速，加上亲像台北盆地大量使用能源，搞产生热气。建筑这热气就吸伫咧建筑物顶悬，那热地较少，降温的效果就歹，就造成热岛效应，地势都市的温度较悬。伫较早开发、较无都市计划的网架带动地区是更加明显，但是互人意外的是，热地无少的时啊，今年7月份竟然捌达到38.6度。风经过基隆河进来，然后进到台北盆地内部，往北转往北淡水河出海口出去的时候，其实是把热气都带到这些地方。最严重的，其实我觉得新北问题很大，还有在士林、社子这边、天母这边，其实温度都很高。就按如推论，写即寡风北地区若要降温，就要先解决市区的高温。自然风廊的风道去指认出来，冷空气生成的地区立法去保证。除了城市规划，世界各国也当咧拼2050年净零排放，控制全球一直欠悬的气温。过去希望全球升温的幅度通控制伫1.5度以内，可方向认为现在是已经真恶达成这个目标，若通控制伫2度以内，可能较实际。记者阮由随庄准由综合报道。中国疫情过后，这经济开好的状况说是无介好，而且因遐的房市阁有崩盘风险。房产龙头碧桂园就传出债务危机，将要破产啊！真侪民众伫惊讲，因买易售厝落尾会起袂起来。而且阁有专家烦恼讲，这个碧桂园若是破产，恐惊会引起金融风暴。北京街路上由碧桂园开发的大型建案已完伫施工，不过这间北湖当局看做是模范厂商，中国上大的第三企业，却是传出债务危机。顶礼拜我都付出2笔总共2250万美金，大约合代票7亿2000万的借款利息，意外市场惊吓，估计报到历史上低。其他11间公司借款更加对10时开始停牌。而一般民众上关心的是家碧桂园买有售厝，我都完工，也是因为厝价大落，变价拢唔值钱。还是挺担心的，因为对于我们普通百姓来说，就是关心的还是说房价，这个对房价会不会有一些影响？碧桂园伫全中国拥有的建设项目达到3216个，遍布31省，其中2/3分布伫内地3、4线城市。分析认为，碧桂园濒临破产，唔拿冲击金融市场的信心，恐惊也拖累上下游60外行业，进一步引发第三个风暴。而碧桂园所以行上恒大的旧路，除了因为政府这2年一直打压房地产，更加主要是甲房屋销售量一直落，造成严重了钱有关系。疫情过了后，中国民众消费力也拢无起来，连一般生活所需要也真欠。这第三天工作当成是利用中昼休困时间去洗市场，结果什么也无买。对于现在这个情况是比较消费的时候稍微谨慎一点，但是能省一点还是省一点嘛。尤其像我们这个年轻人，现在有房贷和也需要养孩子什么的，是需要有点谨慎。
统计显示，中国最近消费者甲生产者物价指数双双出现负成长。7月 CPI 年增率是负0.3%，是2021年2月以来头一摆出现负数。而 PPI 年增率是负4.4%，是连续10个月呈现衰退。另外，7月份的出口是比去年同期大落14.5%，进口也减少12%。这数据拢加深市场对中国的卖力、通货紧缩、经济无好烦恼。公视新闻张惠斌编译。罗西亚提出乌海美食协议，所有经过乌海的船，伊拢会甲当作军用船，可能甲拍。罗西亚早就要求要查一只漂流货轮，因为对方无回应，罗西亚就向货轮开枪警告，甚至佮用直升机硬送兵仔就船共查。乌海的大细只货船伫海峡来来去去，俄罗斯海军的巡逻舰艇嘛伫海峡巡航。俄罗斯7月中宣布退出乌海国防协议，佮至期伫乌海要去乌克兰的货轮有可能会运输武器了后，13伫乌海向一只漂流一个货轮苏克拉奥坎号要求攀载时阵，因为对方无回应，军舰就开枪示警。这嘛是俄罗斯伫退出国防协议了后，头一届向乌克兰以外货轮开火。俄罗斯国防部认为，当时货轮要去乌克兰西南部的伊兹梅尔港，所无回应停船接受检查要求，接触华舰艇的机情，主动开火示警，想要强制甲货轮停落来。在对方无回应、无线电通讯了后，又佮派出一只直升机，在俄军的士兵强制上货船检查，确认货船无查武器，才互船只继续送货物。在事件发生了后，土耳其的国防部嘛收到相关的报告，显示一只要去罗马尼亚的货船嘛拄到真相性的状况。最后，乌克兰公开谴责俄罗斯军队的行为根本就是海盗。为俄战争开始到今嘛将近1年半，在乌克兰新卡科夫卡水坝受到破坏了后，当局预告要装送水的管道，替克里夫洛甲周围庄仔头的居民提供清气的水通用。Десь на 23% вже прокладена труба. Ви бачили, що вона майже вже прокладена до Інгульця і до водозабору. Зараз облаштовується насосна підстанція. І я думаю, що протягом 2 тижнів ми запустимо першу нитку і вже забезпечимо частково водою Кривий Ріг. 当局表示，水坝受到破坏了后，有100多万人的民众借当接雨水，也是用罐装水生活。各国会分做3条送水的路线，建设总长350公里的管道，让民众有清气的水使用。公视新闻台视同编译。今年5月，有一只小飞机是在落亚马逊雨林，这飞机顶悬有4个囡仔求生40天，落尾奇迹活落来。当初是这囡仔的老爸对救援队四界走藏，互人真侪人看甲真感动。想袂到即阵，竟然逼出讲，这个老爸涉嫌性侵因祖囝3年，搁长期对某囝起脚动手。所以讲，目前这个老爸是已经去互抓起来。相片内底，互两个警察包围的男性，都是伫亚马逊雨林飞机载落来生活40天的原住民委托托族囡仔的爸爸拉诺克。毋过，伊伫10日互警方逮捕，哥伦比亚检方隔天甲宣布起诉，罪名就是涉嫌性侵13岁大汉查某囝莱斯利。El hombre habría abusado sexualmente de su hijastra de manera continua desde que ella tenía 10 años de edad. Al parecer, el supuesto agresor aprovechaba para acosarla y vulnerar su integridad cuando la menor se quedaba a solas con él. 5月份，莱斯利甲3个分别是9岁、4岁甲11个月大的小弟小妹，对妈妈坐飞机煞失事，大人拢无命。上大汉的莱斯利照顾3个小弟小妹，生活40天了后被解救。住院期间，儿福机构怀疑莱斯利捌遭受性侵害。调查了发现，莱斯利为10月开始，就互伊的后籍拉诺克长期性侵，其他囡仔嘛遭受暴力对待。6月底，莱斯利一家伙仔带属的原住民部落首长。对媒体证实这件代志，目前4个囡仔由社福机构负责监护。Este es un milagro de Dios y como creencia del pueblo indígena para nosotros, esta es una prueba que me está haciendo Dios. 拉诺克甲莱斯利的妈妈结婚了后生2个囝，伫敲找4个囡仔期间，拉诺克不时对救援队伫雨林走藏，传出性侵情人查某囝，拉诺克全部否认。毋过伫囡仔互救出来治疗期间，莱斯利的阿公阿嬷就讲出拉诺克不当对待囡仔妈妈甲4个囡仔。各向法院诉请争取监护权，检调点点搜证期间，对媒体询问拢无回应。10月总算大动作逮捕拉诺克，正式起诉伊性侵情人查某囝的犯行。公视新闻张淑芬编译。
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怡，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